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印尼警方伫巴厘岛一间别庄抓到103名涉嫌网络诈骗的外国人，全部拢是对台湾来的。咱台湾也希望讲，把这些嫌犯全部遣返回来。破爱做证据引起民众讨论，为服务行以个别修正，甲破爱做改做优先式，提供是心中大者，或者有实际需要的人。有那赢立委提案讲要修法，要甲罢免的标准有关，就爱建立罢免同意票数，爱超过当初选择的票数。我个认为这是一个解救社国的路。讲到中国进前公布22条这挺改台独分子的行为了后呢，陆委会昨也把这去到中国香港、澳门的旅游警示有关到干嘛色的电话，建议民众若准无必要，上好是莫去。即马那也立委也问讲，敢会变做是红色电话呢？行政院长杜永泰强调，这就要看中国的态度来决定，咱是希望理性交流。不过，这美国的亚太总监康达就烦恼讲，中国这挺制台独的新规定会扩大到境外。经中国提出处置台独新规，咱方也推出反制。陆委会临时宣布，调整中国大陆甲香港、澳门旅游警示是干嘛式的电话，建议民众避免非必要旅行。国民党立委这阵时也关心未来是不是无排除转做红色的警示。要看对方的态度，我们希望就此和缓，改变态度，大家都能够和平理性的交流。到中国香港、澳门旅游的干嘛式警示维持偌久，杜永泰强调爱看中方的态度。香港批评是伫个抹黑港版国安法，表达谴责甲反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认为讲，两方敌意一直庆关是非常不利。每一周一方的态度，另外一方的反应，都是造成敌意螺旋的上升。其实对民众来讲，对于两岸来讲，都是最不利的。到中国旅游警示升级，两方互相来反制。不过对着顶地台独新规，美国亚太总监康达表示烦恼，中国可能扩大到境外适用。We're deeply concerned that China would take these escalatory, destabilizing steps now. If past its prologue, we're concerned that China could apply these regulations to others overseas as well. 对台军事部分，康达讲，美国甲台湾达成共识，台湾发展无对称战略是上好方式。美国正伫尽一切可能的做法来建构台湾的威慑能力。不过，两岸关系虽然紧张，福建旅游业到马祖先来探路的团体无受到旅游警示升级的影响，离到元时照常举行。陆委会也批准26位中国籍人士来台湾参加第35届金球奖，欢迎两方音乐甲电影的交流。记者综合报道。自讲艺术环太平洋军演，这届有29个国家参加，这场面是真大。不过台湾今年呢，有缘无受到邀请。这回军演有一项重点，就是要甲一只类航艦当作是目标结合定底。外界解读讲，这就是伫咧针对中国。美军第3舰队司令就表示，这届军演无针对特定国家，是为着大家共同利益。Hello and aloha. 2024次环太平洋军演新上任的美国第3舰队司令约翰韦德担任联合特遣队指挥官，亲身主持记者会，针对今年主题伙伴整合而且做好准备。韦德表示，今年环太平洋军演主要用阿罗哈的精神，落实安全、环境保护、专业这3大目标。军演区分做港口综合整合阶段，一届有29个国家联合演训能力，目的就是为着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And I am honored to be back here in Hawaii and to lead this exercise, which is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to work together and protect our shared interest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另外，记者会现场媒体有要到一半是对台湾来的，大家也3000问问题，关心台海情势发展。台湾是伫咧第一岛链的战略位置受到中共威胁，未来敢有机会用观察员的身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China was not invited this year just because of the reluctance to adhere to international rules, norms, and standards. 针对海巡新德人进前出现伫夏威夷，代表双方敢会伫咧海面无一中断着。另外讲到中国军机扰乱台湾挺台海基地，为着大部分是拢闪过。不过今年军演的重点是甲类航艦塔拉瓦号结合定底，外界解读是咧武器攻击中共两栖攻击舰航艦。The RIMPAC exercise will sink the USS Tarawa. Is that to prevent China invade? Could you explain the purpose? Yeah, we are going to conduct a live fire event. We will conduct a SYNC-X with the ex-USS Tarawa. It is an opportunity. It's a large vessel, as you know, and it's giving us an opportunity to conduct multiple
serials or multiple events with multiple weapons. 记者会进行的时阵，真珠港斯卡姆联合基地已经有几多架美军逼击驱逐舰、新加坡顺风舰坚强号、印度导弹护卫舰，也有日本甲韩国的军舰等等入港等待操演。针对军演要安怎加强，包括台海在内区域安全，为着强调环太平洋军演无针对特定国家，军演是为着共同利益，先做好一切准备，来应对可能会发生的天然灾害，防止侵略行为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赖清德今日去到台中的成功岭视察这新兵入伍训练，也颁发加菜金勉励国军，也讲所有拍拼含流汗，拢是为着台海和平稳定。向前推进，并稍因示意敌警戒部队。向前行时，阵发现不明敌人挖进，赶紧就地找阿虎，转换做倒位姿势继续射击。手骨无细日扣榴弹击到，伤兵随实施自救，用指挥弹处理伤势，倒随继续战斗。小队进入建筑物这种限制空间，疏早肃清。上界重要就是找到生还者，若是发现伤者，就会随紧急救援，甲人带离开现场。第二次勉励军校毕业生了后，总统赖清德2月又讲部长顾立雄陪伴到成功岭视导新兵入伍训练，就是希望国军训练会当为地基拍在。我们今天所受的训练，每流的一滴汗，通通都是为了保护国家的安全，也在守护这些成果。勉励官兵精实训练，赖总统特别颁发加菜金，也提醒国军受训的努力，拢是为了台海和平稳定。我们今天所做的努力，通通都是为了台海的和平稳定，台湾的安全，还有我们民主自由的制度，以及经济持续发展。赖清德强调，包含美日韩甲欧盟拢反对任何国家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韩国强军煞持续对台施加压力。公布24点钟内查到18台强机，6只强弹绕台，其中17台强机飞过海峡中线，上近离家人差不多42海里，离五人偏46海里。面对强军持续用飞入无明确的区域，对台施加压力，国军持续运用机弹甲反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这迫害造牛为争议引起社会大家伫咧讨论，为福部今仔日预告要修正，要甲这迫害造改名做优先式，提供互身心障碍者或者是有其他实际需要的人提升去做。为福部也表示讲，即届修法有参考外国意见，也希望社会会当有关怀含同理心，主动让位，希望赶紧来推动，这公告时间就缩减到剩7天。年纪不是唯一标准，身心障碍者等优先使用，请发挥同理心。因应最近迫害造的争议事件，是引起老大人和少年族群的对立。台北捷运公司伫捷运文湖线列车放送宣导公报，即卖为着避免迫害造国引起纠纷，卫福部社计数2月预告修正草案，甲迫害造改名做优先式。这样比较广义一点，看看以后那个纷争会不会再少一点。改的话，如果能让某些人的心里感觉比较舒服，或者是比较踏实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对那些人来说比较好。本地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第53条的条文是写讲，提供身心障碍者含老弱妇孺优先制迫害造，修正改做互身心障碍者也是其他有实际需要的人优先制优先式，而且为了量早实施，公告期是缩短到7天。老弱妇孺这个词，大家看起来大部分大家都比较注意到这个老。最近几个争议，大家都是认为不爱做应该是要让给长者和老人做，其实不是，让有需要的人，其实他是可以有位置可以坐。社计署解释讲，即卖国人的平均寿命是超过80岁，嘛有真侪济岁人身体是真健康真好，才去修正原有的条文，希望改做予其他实际需要的人，避免民众误解。有民间团体认为讲，台湾每年老人的人口会占总人口比例超过20%，若要说遮济迫害做，是不如去倡议民众自主发挥让人的同理心。有隐藏需求的人，我们并不容易从外表判断出来，所以也不用去苛责说为什么这个年轻人不让做。很多的长者其实在观念上，好，只要我们多沟通，大家多宣导，新的礼让文化应该可以在我们的大众运输工具里面看到这样的美德。修法的预告公告期满了后，修正草案会送行政院和立法院去审议，后壁卫福部会会同交通部加去宣导，避免让位的议题变作民众冲突的导火线。记者综合报道。
民间团体当然进行罢免家人市长谢国良，这第2阶段连续的时间特别到啊，那会超过标准，也有可能会超过35000份。就国民党立委提案讲要修法，甲这罢免的标准有复权，就爱经历这罢免同意票数，就爱超过迄当时选调的票数。外界拢认为讲这是伫咧解救谢国良。专程刚刚从台北我搭计程车过来，没有看到一个可以让我说服到他是一个让我一个认同的一个市长。民众亲身来送连署书，是用行动来表达大力感天。公民团体山海公民铁量行动推动罢免家人市长谢国良。第2阶段连署顶礼拜6统计都已经到28000份，离上少的30792份的条件真紧啊。民团讲有信心到目标，但希望冲超过35000。算上安全值的关系，就可能会因为填写错误之类的被选委会剔除，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可以收集到35000到40000份这个区间。罢免谢国良的行动搁在持续，市府回应讲，同款会专心拼市政。但国民党立委柯武真提案修正选罢法，要提悬罢免的条件，嘛，互看作是要替谢国良来解套。不过那也解释讲，如果修法完成，谢国良的罢免案嘛已经完成投票，无解套的问题。讲是即马罢免的条件偏低，才要修法。这个制度本身就是有缺陷的，选罢法用这么低的门槛，可以让这个罢免一个民意代表，甚至一个民选首长成案，甚至成功。现行的选罢法和那亚的版本来比，现行第75条讲到就职还未满1年的未当罢免，但是那亚的版本想要加未当做罢免的提议和连署。现行第90条是罢免有效的同意票数比无同意的较侪，而且同意票数是到原选举区选举人总数的1/4以上就通过。但是那亚的版本是主张前日同意票数必须超过被罢免人当选的得票数。不过立委批评这引起民意的不满，民众党主席郭文泰嘛表态讲，未对那亚的修法。罢免的门槛不要动，但是这个发动罢免的这个程序应当要严谨，更重要一致。罢免门槛越修越高，越修越高，希望用这样方式来保护自己的话，这个只会引起民意更大的反扑。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是在7月初3举行修法的公听会，委员会7月初4就会对柯武真版本的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一条一条来审查。咱也希望在7月16休会进前完成委员会的审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今仔早起10点外，嘉义县有一台救护车和一台轿车相压，造成这消防车顶头2名消防队员和另外一台车的驾驶乘客总共4个人受伤。这救护车也因为失去控制，冲入去气温啊！这台救护车卡伫咧气温啊内面，咱看到讲伊车头浸水。嘉义县消防局表示讲，这台救护车是为着支援东石一站救护案件，经过东石乡台61线262公里的时阵呢，和另外一台车相压。迄当时这救护车顶头是无患者，救护车冲入去气温啊了后，2名消防队员随爬出来，有爬上岸。初步检视，这个伤者拢是侧伤尔，意识真清楚。要拿这车祸的责任呢，会交予警方做调查。伫咧台北市的主体区，若准备开这宠物美容，条件是有真多，其中一项呢，就是爱厝边头尾，伊的隔壁呢顶悬，甚至是厝尾顶吼，这个人拢爱同意才会当来开。最近就有一个业者，这装潢等等的成本拢甲开落去啊，说因为这厝边无同意，就安尼先去行底路。目前也有这修法的讨论声音。市长邱万安表示讲，会请相关的局处来做研究，找出更加妥当的解决方案。宠物店的外口是有封锁线，还未正式开业，业者所已经自杀。租店民宿开未成，标伫营业登记无摕到，因为来学这个地点分为做是第3种主题区，想要开宠物美容是必须要符合一站搁一站的条件。伫这个事件了后，嘛互台北市的相关规定是引起修法的讨论。宠物店其实是一个爱的事业，但有时候因为气味或者是声音造成周边住户受到影响。接下来我会请相关局处来研究相关的规定是否有更妥适的做法。
想要带3区做中部美容，照台北市的规定，临界车道的跨度必须要伫8公尺以上，营业面积伫500平方公尺以下的，敢若会当伫1楼含地下1楼来设置。还有一个大限制，就是要摕到正平道编号含顶冠号的厝边同意，才会当顺利来开业。但是毋若中部美容，包括中部旅馆、中部假用、寿衣诊所含连肉房等等，那厝边店头才会当做。原本的宠物美容跟宠物寄养原本都是不能在第3种住宅区开设，也慢慢的放宽，可以附条件的来做，又要兼顾住宅的这样一个安宁的考量，所以呢，原来不允许，后来允许的这种，我们在近年的修法的时候都加入了同意书。这项条件的限制，敢若台北市才有，伫108年以后有条件开放这种行业入去到自山区，但是其他直辖市的规定拢是负面条例，禁止拍电锯、喷漆、汽车维修这行业去设伫个主题区，但是对宠物美容相关产业是并无去做出其他的限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大寮有一间加油站，采真侪假人来指引人客入来加油。即马加油站是驳回讲，因是无欠卡手，是惊大家伫咧抱用，才会采假人指引。不过，人力银行有发现讲，这少假化含工作环境拢伫户外等等这因素加起来，确实是有影响到这加油站长期以来拢是有欠工的问题。高雄大寮区这间加油站加油斗前拢有穿制服的员工伫引导，详细看发现因拢是假人，因为穿制服看起来真像人。有人暗时来加油的时阵煞错一个，只不过这有哪互人怀疑，敢是伫欠人才请假人来做。晚上来家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假人，然后就在招手，我以为是人，然后就走过去，结果发现是假人。就吓到了，主要是怕没有冷气吹，要不然的话，其实我觉得还好。中火现场站外挂钉在看板，站内敢一个员工，定来加油的人讲，大家来加油，员工数无济。对这样代志，加油站拒绝受访，敢私底下讲，劝假人是站内有自助加油区、甲人工加油区，烦恼当然无用的时阵，未付引导车，则劝假人伫人工加油区引导。若是以同款基本时薪183块，人的公司发现加油站确实长期欠工。在这种户外可能要顶着高温太阳的工作，而且还要久站的话，像这种加油站的一种工作，有些这种年轻人或大学生会比较不愿意去这个打工哦，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大寮区离市区较远，虽然移入人口侪，移出的嘛袂少。当地一寡少年人跨区工作也是读册，也有其他的加油站发现，较早定在消息一个发出来，至少3至4个人来应征。即马定在消息打出去，都要1个月才有人来应征，也无一定做会好。员工歹找，确实是互因真苦恼。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这恐怖的高温出现在南亚巴基斯坦南部大城市克拉奇，这礼拜呢是有几落天出现40度，而且这身躯的感受是要到50度遐悬。各地头是轮流停电，4天内上报有造成427个人死亡。来看这个南半球的地理呢，这极地寒流也造成破纪录的温度，出现零下14.7。巴基斯坦南部港市克拉奇，离这气温来到48度，做工的人伫大日头下做事，热到要死。过路有义工提供饮料，替来往的人来抓水降温。真侪民众到海边去耍水，冷气也袂甲真好。也毋过连日40度以上的高温，互用电需求大大来抢悬。真侪所在出现停电的情形，连电筒拢无法度找。23到26中间就造成427人死亡，其中1个过路游民才60个人受害上较严重。太平间拢无够人使用，边的急诊室4个拢是热到破病的民众。और तकरीबन हमारे पास 250 से 300 पेशेंट ऐसे हैं जो हीट स्ट्रोक की वजह से आए हैं। 格拉斯所在地新德城，今日热天了就热到要死。顶个月出现52度，地甲上款的高温，也来邻国印度今年也经过历史上上长的一波真热天气，气温超过50度，造成几啊万人着山，几啊百人死亡。原来这个寒风数字也可能严重互估计。国际专家讲，过去1个月亚洲各地极端气温变甲真严重，就有可能是人类造成的气候变迁的结果。镜头转来到南半球，当地正是冬天，地理南部的麦哲伦甲南极洲大区，极地寒流发威，当地蓬塔阿雷纳斯市落雪就较真高，日出现零下14.7度，这是1965年有记录以来上低温的。而当更加造成自来水管线拢结冻，爱靠规路的大水桶来供水，将我都维持民生主食的需要。
好是面临停水的危机，也提前来休寒。El hecho de que no tengamos agua falta, sobre todo para los baños, cocinar, beber. La verdad es que un gran problema que no haya agua. 气候专家讲，这波极地高压对南极大陆来，已经达到600公里，对地理南部麦哲伦地区扩散了后慢慢上北，来到临港阿根廷部分的所在，有计会继续8天左右。公视新闻，施会长编译。经济学人资讯社伫20发布2024年全世界上届适合咱人大的指数排名，维也纳是连续3年拢排伫咧上届适合大城市第1名。若讲到这乌克兰的首都几乎是受到俄斯亚侵略战争的影响，变做是尾啊算来第9名。咱台湾今年有3个城市入选，是台北66名、高雄72名，也佫有台中74名。奥地利维也纳的饮食文化代表之一，维也纳烟肠调味酱料，坐甲互人目睭拢火气。有甜的瓦萨比、咸的瓦萨比、头仔豆酱，佮配酸的黄瓜啊，也佮有葱头。经济学人资讯社第26所发布的2024全球上适合大的指数排名，冠军就伫维也纳，随是丹麦的哥本哈根、瑞士的苏黎世、澳洲的墨尔本，啊，佮有做伙排名第9的日本大阪，甲纽西兰的奥克兰。5大评分项目分别是稳定度、健康照护、文化甲环境等。其中，维也纳连续3年是全球上适合大的城市第1名。啊，毋过因为明显欠缺重大的体育赛，所以维也纳的文化甲环境得分较低。另外4项指标拢达到满分。大阪是唯一进入世界前10名的亚洲城市。整体来讲，西欧也是上适合大的地区。除了教育，西欧伫其他4大评分的项目得分拢排世界第1。适合大的程度第2好的北美地区是伫教育得到全球上好的成绩。伫全球173个城市当中，台湾今年有3个城市上榜，分别是台北第66名、高雄第72名、台中第74名，而且适合大的指数拢伫80分以上。经济学人资讯社资深数据分析师表示，这3个城市伫老化的人口中，医疗保健的表现有进步。那香港排名第50，比去年升悬11名，是进步上济城市。北京是排81名。另外，全球10大上无适合大的城市名单嘛公开，这些城市主要分布伫中东甲北非，也有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乌克兰首都基辅是因为俄罗斯侵略战争影响，地数排名敢若第165名，也就是倒算第9名。这还是唯一名列全球10大无适合大的欧洲城市。那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也是排上尾名。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指控艺术美国总统大选，拜登、Trump 头一场电视辩论会，双方对经济、移民、俄乌战争、以哈战争，各讲到国会暴动、少数族群权益等等。这 Trump 讲话速度真好，而且这理路也拢真明确。但都是拜登呢，一直讲唔到话，互伊的支持者对伊是真失望。拜登讲，川普是被定罪刑事罪犯。川普讲，拜登是美国史上做上歹的总统。美国伫伊的治理之下，成做第3世界国家。这场是控制数美国总统大选第1场电视辩论会，两个主角伫台顶拢无暗砍来讨厌对方。The crimes you are still charged with, and think of all the civil penalties you have. How many billions of dollars do you owe in civil penalties for molesting a woman in public? 被问到高通膨甲高物价经济困境，拜登批评精进，川普留落来只有政策混乱，伊负责将经济发展优回正轨。川普反击讲家己近代无战争，经济发展真好，佮考试拜登为伊创造工作机会对象是无情移民。We have the greatest economy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We have never done so well. Everybody was amazed by it. 有关最高法院对提款判决的问题，川普讲民主党组成的州会将有薪9个月妇女进行后期提囡仔，听到拜登是目睭瞪大蕊，批评这是黑白讲绝对无这代志。川普是承诺伊支持使用对提油啊。俄乌战争议题主持人问川普是毋是同意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出的停战协议，川普表示无法度接受，也后批评拜登对乌克兰军援支出先过悬。拜登是回应，并是直接提供资金，是提供武器协助乌克兰自我防卫。It should have never happened. I will have that war settled between Putin and Zelensky
As president-elect, before I take office on January 20th, I'll have that war. 主持人问到有关会议拉丁下定少数族群权益保障问题，拜登承认做了也无够好。川普是指通膨毁坏会议甲拉丁的生活，佮指控拜登或一对移民失败，达到12000万乌人的头路。伫问到有关议会问题，川普用家己伫高尔夫球场的表现做例，讲家己体能、智能拢正好。拜登是回应家己正乐意甲川普进行一场赛车竞赛。辩会规过程，川普攻打手辩的表现真明确。伊个一路是黑白讲的本事，也好所媒体线顶事实查核无因试试，一直竞争川普讲出的错误。拜登是稍声两眼无神，前半点钟还阁一直口误，对川普的地球攻击的回应，就是毋捌听过安尼讲话。民主党阵营社群媒体是及时讨论，对拜登的表现是一片爱护。对选情感觉真绝望，拜登的幕僚对外解释。这是因为拜登最近在感冒的原因。公视新闻王慧文评论。印尼警方伫咧巴厘岛一间别庄呢，抓到103名涉嫌网络诈骗的外国人，全部拢是对台湾来的。因方指控讲乱用签证和居留许可，伫当地做网络诈骗，专门骗马来西亚人会甲因赶出境。咱的外交部是回应讲，有接到印尼移民总局的通报，会和印尼合作，也希望这印尼调查完成了后呢，赶紧把台湾的嫌犯遣送回来。较前好所在，移民官出动为大门攻入去，麻烦过墙突击，真济路顶开所在，厝内大阵人全部互抓出来，下令拍伫涂骹。印尼移民机关26这波行动，掠着上100人牵涉到网络犯罪，违反移民相关法规，嘛查扣真济手机甲电脑，现场阁发现真济本咱国的护照。Di sana kami temukan 103 warga negara asing。罗网的嫌犯排归排，当地媒体报道，印尼执法单位掠到103外国人，本来传出其中14人是台湾来，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人全部是台湾来，阁互人控诉乱用签证甲居留许可，伫度假胜地巴厘岛这个别庄内做网络诈骗，专门骗马来西亚人，会赶紧甲人赶出境。103 orang warga negara asing tersebut tempat tinggal di villa untuk melakukan kegiatan yang mencurigakan. Yang kami duga adalah kegiatan yang melakukan kejahatan cyber。个人海外牵涉不法，毋是头一届。柬埔寨进前掠到3个台湾籍诈欺犯，伫当地互人起诉。马来西亚警方也捌配合假检警诈骗机房，敢若台湾籍就掠到19人。真侪年前，也有超过200个台湾人伫西班牙做电信诈欺，互人掠到。即届有个人伫海外牵涉到犯罪，咱外交部证实已经接到印尼移民总局的通报。我们接收印尼。受到印尼方面通报，这样子，我们统一由外交部发布信息。印尼当局现正依涉嫌违反印尼移民法令进行调查中，并请印尼于调查完成后，尽速将我国籍嫌犯遣送回台。外交部表示，已经有积极协调印尼提供咱国籍犯嫌名单，持续掌握相关调查进度，也请印尼伫调查完了后，赶紧将台湾籍犯嫌遣送回台。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爬山家张冠石去到法国爬白龙风雪发生意外摔落来死亡，家属准备要去到当地甲人带倒回来。没问题，加油加油！喺出发进前，朋友提醒安全第一，伊讲无问题。张冠石是过来有名爬山的好手，伊要带老母甲山友斗阵完成对台北尖山、环过细山，安达老母对爬山的烦恼。他会开始知道说。他的小孩不像他想象中不是一个小孩，其实是知道风险在那边，那我们设法去规避，而不是说不知道无知的进去冒险。其实他有得到家人的支持，可是实际上呢，他每一次出发，我相信他的母亲心脏也很强很强。张冠石13岁开始爬山，2014年以无用散数方式爬世界第12高峰布鲁阿特峰，2019年试无用散数方式爬世界第2高峰K2峰，因为速风无好，无法度到山顶。7摆伊到法国阿尔卑斯山脉白龙峰群山地带山峰南尖峰，因为爬山路线有冰雪甲岩礁，伫当地时间27透早7点外发生坠落事故，不幸来过身。
团体如果你要攀爬的，下面人有没有帮你做确保？两个人互相同担、互相确保上去，还有滑落，一滑落刚好悬崖或者怎么样坠落啊。冰雪地啊，生理精神状态变化也蛮大的。就不要怕去探索新的东西吧。就可能大概有一个部分可能会有状况，那我就不想去冒那个风险了。为什么不想去冒那个风险？我不想死掉，就是活着才有可能性啊。这条山互你什么？另外实在死前捌讲，爬山是一件会死人的运动，却是感觉山教会晓家己，莫行去探索新的物件。不过，这摆另外是爬山坠落身亡，享年36岁，家属证实这件代志，准备要去当地甲伊带回来，后续再来说明事故发生的原因甲情况。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摆的资讯遐尼有通，偏偏有人是要激戆戆。逐工愿意听别人伫遐乱讲，唔愿意找医生来参详。讲到咱观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哦，咱国内第6座的 COVID-19 疫情当咧压悬，如果这7月会达到高原期，到时阵呢，可能会超过1000人因为 COVID-19 引起镜头去住院。这立法院的护生会今日邀请中央甲专家学者，伫即马这个后疫情时代，检讨过去的防疫政策，也探讨咱台湾的防疫政策未来会当安怎做变搁较进步。水暗挂条的保护家己，顶礼拜国内增加817例 COVID-19 并发症病例，平均一礼拜加193例。疾管署估计疫情9月继续行，7月中可能达到高原期，并发症住院的人数可能超过1000人。防止 COVID-19 重症的抗病毒药物，疾管署也正在关注库存量。瑞德西韦库存量尚可使用约5个月，莫拉皮拉韦可使用约17天。国际间持续精进抗病毒药的研发，本署将密切关注国际间抗病毒药研发情况。行到后疫情时代，民众对 COVID-19 已经较无要义，但是专家指出 ，COVID-19 未是世界上尾一个大流行的传染病。台湾应该利用这摆 COVID-19 的经验，伫后一个疫情发生进前做好准备。专家认为，若提升整个国民健康状况，就算后一波疫情到位，疫苗也未研发出来，国民也通较有免疫力保护家己。COVID-19 的时候，重症跟死亡上重要的是有一个风险的因素。风险的是什么？慢性病的啦，生活环境不健康啦。在下一个疫情出现的时阵，咱应该做的代志就是慢性病防治，来处理咱的环境。后疫情时代，我们现在考虑的是整个国家的系统，整个全球的系统，它不是只有 COVID-19。何必向认为提升整体国民的健康，减少风险因素，不是只有为福保一个部分的代志。亲像空气污染、化学物污染，这个环境部的管理范围也要做伙考虑。建议中央要有一个最高单位，通下部会沟通，制定提升整体国民健康的大方向政策，就通伫后一波疫情到位进前做好准备。记者郭文林、玉凯台北报道。咱拢知影讲物件无用就会歹，放久也会歹。即马天气遐尼热，共款会歹。即马这天气温度是悬，温度真悬又搁湿。这婚姻官送予这中青食堂的救助米呢，发现讲有生菇啊。负责养米的这个西利农会宣布讲，会把这个米全部拢收倒转来，而且换新的一批。营养师也要提醒讲，收到米的民众中会当看讲这米敢有生这个米菇，或者是片看卖敢有臭扑味。若准有这臭扑味，可能已经有白菌啊，千万唔通想讲洗洗就爱当食，这内面是有这菌丝，上好卖食是上好的。白色的米粒啊，中有叶几个污点，斟酌看，这拢是米糖。云林县政府发送予中青食堂的救助米，防发现有米糖。负责廉政代送的西利振农会日前宣布全面回收，不过4万外包的米已经发出去差不多一半。当我再来的时阵吼，因为有线包啊吼，内底就有看到米菇咧大扫。因为这遐济嘛爱放，差不多食咧几个月。食几个月吼，你迄个搁放遐久吼，搁热人，会惊会愈生愈高吼。新鲜的米直接装入去地下内，农会炼米场是共款正常运作。农粮署为了要帮助各县市政府的社会救助，2003年是开放发放救助米，和救助户含中青食堂，各大已经20几年。云林县今年拢总申请41916包5公斤装的社会救助粮。西利振农会研发伫最近天气热，搁是公牛才会生米糖，会无条件换新米。农会本着负责的态度，那
有长米虫的部分的米哈，农会会全部帮他们替换，我们就是无条件的替换，就换当期米这样子。受到白米的民众，营养师建议讲，会当对外观气味来判断米敢是已经淡去变质，若是变质，就有可能有埋菌含毒素，无建议搁食。一般正常的米应该是要白色的，但长时间储存下来的话，它可能外观会变成黄色，然后也可以看它的气味，就是闻起来可能会有一些油耗味的产生，这些都可能是米已经变质的现象，会产生一些霉菌毒素，像是黄曲毒素，它是属于一级致癌物。西里镇农会强调，虽然不是逐包米拢有糖，但是为了让大家安心，会专门提供退换货的服务，而且开发今年上新的1期的足球啊，为了避免米糖的状况搁发生，会考虑讲去调整腌制和提领的时间。该伫寒天低温的期间来进行。记者综合报道。唔知观众朋友您敢知影？真侪人甲这粪扫乌白拼，认为讲这粪扫无去，伊就会当当作是唔知影，事实上会害到恁孙甲恁囝。今日这环境部、地方政府代表，也个民间企业等等的单位呢，大家是做伙参与天下杂志所举办的流血共好行动倡议论坛，宣示要保护河川流血。根据着环境部的统计，到去年为止，全台湾重度污染的河川剩33.3%。政府是希望透过民间的 NGO 团体、企业等等共同来合作，来达成2030年的时阵，全台湾50条主要河川无严重污染的目标，改善河川的水质，也维护生物的多样性。台湾各地3不5时都会传出有工厂偷排废水，也是跳薄废水、家庭废水等等，甲大排也是溪河泥做无共色水。为着要保护台湾的河川流域，维护水质甲生态，拜五环境部和地方政府代表甲企业参与流域共好的行动倡议论坛，宣示要保护台湾的河川。我愿意签署流域公约，实践5大目标，为提升岛屿韧性努力。环境部部长片启明带头宣读流域共好公约，承诺要甲永续的台湾留予下一代。根据环境部的调查，到去年为止，全台湾重度污染的河川剩33.3%。政府希望会当达成2030年全台湾50条主要河川无严重污染的目标。发起流域共好行动的民间企业表示，因毋望招到1000个组织同齐来为台湾的流域拍拼。年度最新的统计呢，还有7条严重污染比例比较高的河川大家可以看，从这个最北的南坎溪到最南的这个阿公店溪那接下来的流域共好，我们希望至少全台湾有1000家的组织可以一起来救援这样的计划我们预计现在会加严放流水的标准。第二个呢，是我们会鼓励地方政府能够在污水的处理可以更有效率来进行。那第三个呢，是我们会加强各种的这种 AIoT 物联网的工具，在监测这个水质。我们要把偷排放的这种污染源尽快的可以找到。环境部表示，会和地方政府来加强监测废水，来保护台湾的流域。嘛，肯定这款公家机关甲民间机构共同为环境拍拼的做法。也那主办方是表示，未来伊嘛透过并海报、教育课程、展览，也是艺术表演等等，来带动公民保护流域的行动，实践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记者卢尚如、曾俊友台北报道。讲到请教国际台湾手册茶，即马咱台湾是路头路尾开真济，热天时啊，民众拢会买一杯，毋过这饮料若准啉煞，粪扫变做是一个大问题。看到即马天气烧热，不少民众咧买这手册茶来止水搭，也出现着这饮料杯啊回收做了无确实的情形。彰化县卫生局也按算对7月初一开始加强稽查，若准无做好这粪扫分类，毋若无要甲你收粪扫，佫有可能会食罚单。另外，也要针对着彰化县内4大超商6个产业园区试办粪扫随地征收，希望达到粪扫减量的效果。民众赶粪扫要来等，清洁队员随机检查，随发现粪扫内底有回收物。像这番薯、西瓜皮，这拢爱回收的。
过最近天气热，袂少人会买手切茶、煮脆搭，饮料杯仔量大约加2成，所以也出现回收无确实的状况。塑料杯饮料这量已经增加啦，塑料杯这回收部分希望这个民众能够把这个塑料杯管定这个封膜甲撕开，另外这个吸管甲这个封膜是做垃圾方面来做处理。根据统计，中华逐工一个人产生的平均粪扫量是0.613公斤，比全国平均0.567公斤搁较悬。其中一般粪扫内底有5%至7%是含着资源回收物。环保局为7月初1开始会扩大回收的范围，加强粪扫稽查。若唔听可控，无配合回收，违规上重会当罚6000。照法律来讲，当然会当罚钱，才1200至6000。现就是应该是以宣导为主，中华特别针对咱这种布料的，也是一种布娃娃啦，这种纤维性的，咱就是讲，咱特别甲列入咱回收的项目。希望讲今年都会当增加超2%的回收量。另外，中华管为7月初1开始，也针对县内4大超商以及大家产业园区试办粪扫随地征收，爱用专用粪扫地，估计单年上无会当减少大约43吨的粪扫。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虽然讲咱做人是拍拼搁认真，不过有的时阵也爱当着嘛爱心嘛爱人。来看这台南永康区公所最近伫咧办理连骨态人员招考，逐个月薪水加奖金上济会当领到47000，一届是有8个人来报名。公所也表示讲，因为这个工课呢是要服务生命甲众生的，所以这届有增加一项，就是考生呢来甲这地藏王菩萨跋杯，由菩萨来甲你拍分数。看到考生真虔诚，伫咧地藏王菩萨的面头前咧跋杯，跋到几个圣杯是关系到因考试的成绩。这是伫咧台南永康区公所招考灵骨台预购人员，头一届互地藏王菩萨来参与测验。那在这个场域里面，也是一个人神共治的场域，所以想到说，应该也可以纳入一下跟我们一起工作伙伴地藏王菩萨这边的一个意见，所以就有12分的配分提供给地藏菩萨来，请他来做一个面试，打个成绩。其实这场考试笔试的成绩占50%，书面审查占21%，面试占10%，术科测验占7%，因为向地藏王菩萨跋杯是占12%。落尾综合分数相关的录取者、王小姐，唔是笔试分数相关的，嘛唔是跋到上济上杯的人。伊嘛讲这是头一届去因头路，佮拄到爱跋杯来算成绩的。一般我们去拜拜是都会跋杯，就是求职。才是第一次，然后对啊，因为这种就是我们这种工作性质比较不一样，就是要替菩萨来服务，也是希望菩萨能够允杯说让我们能够选择适合服务这边。录取者逐工的工课包括爱扫涂骹、带人去看塔位，佮爱抠草、修剪树位等等。伫咧遮尔热的天气，要做这石头实在无轻松。不过要录取，除了靠家己拍拼以外，嘛得爱得到生命的认同甲保庇。这届8位考生当中，有人是有硕士学历的，也佮有2位考生是跋到4个圣杯。虽然这届无录取，不过佮会当等待11月招考。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县消防局自八这天，甲嘉义地区4间病院合作，举办这救护技术工作坊甲比赛，要互中南部5县市的消防人员也佮医护人员，透过急救的比赛来加强救护知识也佮技术。救护人员伫正下，佮看卖清楚的空间内底模拟地震的时阵，伫崩落来建筑物内底救人的状况。嘉义县消防局28这天举办救护工作坊的演习甲比赛。要加强救护人员的技术。建筑物倒塌之后那有些粉尘，那这些的粉尘当中也增加了我们抢救人员的困难。那这些都是可以精进我们消防人员在不同环境当中可以精进我们的注射技术。因为有时候灾害怎么发生，那有时候真的是被压在下面，有时候那个你是没办法预设，就是可能你所想象的那样能够去上阵对啊。除了有地震现场的模拟。阁有2人一组，一个人只会当使用一支手的合作挑战，嘛有吊大筒考验机药速度的比赛，
各种无同条件的考验，也有来自中南部各县市的消防人员参加，连病院的护理师嘛拢来学习。最近咱台湾拢种这个 IV 的注射的迄个提升率吼，我台湾市嘛真重视啊，所以哦，就今年有率队哦来参加这个比赛哦。病院是伊已经送来是一个做安全的情形组哈，啊，伊种病人是袂当的，你家己讲伊嘛是会配合的，啊，毋过是去外口是无共款的。嘉义县消防局表示，花莲地震了后，考虑到嘉义地区嘛是会有地震的所在，所以今年新增加地震灾害的环境模拟，而且头一届甲嘉义地区3间病院合作。希望透过课程甲比赛的方式，互相关救护的人员会当增加救护的知识甲经验。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为了要照顾视大人的健康，这新竹市举办健康食补评选活动，各社区的里面利用这营养佮健康的食材，配合潮市的在地农产品，设计出适合时代的菜色，佮找专业的营养师来替大家选出好食佮营养的健康料理。五谷饭、卜仔、冬瓜、果、豆腐等等丰富的菜色，这拢是专门帮时代设计的菜单，并且有写各项料理的营养成分。参加比赛的团队嘛，甲大家绍介家己设计出的菜色。这实在是南瓜加迄个磨镰豆，磨镰豆，这豆腐，豆腐，这就是青菜，青菜，这水果，互老人食饭就是营养最重要。第二就是简单。讲我就是甲冬瓜切做细块，搁鸡肉切做细块，甲剁剁的，希望烂，加一寡盐，加一寡葱仔煮，安尼老尾仔人伊就喙齿较歹，老尾仔人嘛挺好食。照顾时代健康需求，小市卫生局举办健康食谱比赛活动，邀请社区志工来帮时代设计适合的菜色。营养师讲，时代人喙齿较无好，除了爱经较嫩的食材以外，营养嘛爱平均。我们都要均衡摄取食物的6大类，不管是水果啊，或者是白饭等等的。那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挑选比较嫩的部分啊，或者是利用肉锤拍打，让它组织比较软化，然后就可以帮助长者比较好吞咽。还是要摄取其他的肉类，比如说像黄豆制品啊、豆腐，或者是我们的鸡、猪、鱼这样。营养师提醒大家，年岁愈大，愈爱加食蛋白质较悬的食材，来帮助修复、保护筋肉组织。这摆经过比赛调整的食谱，也会分享出来，放伫网络顶悬，互大家参考，做伙关心时代的健康。记者朱君豪，新竹报道。高雄美术馆30周年啊，甲英国的泰迪美术馆合作推出大型特展，有35位艺术家、55件作品，唔免出国伫高雄就会当欣赏到。加入去美术馆100个100个图，有体壳的查某人、水手等等的图，拢是毕卡索经典作品。另外一边，阁有大卫霍克尼的作品，其中100由影帝甲2个人上捌创下拍卖27亿新台票介绍，这些图拢是正品。即马唔免飞去国外，伫高雄市立美术馆就通欣赏到大师经典作品。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去欣赏到这些当代巨匠的创作的珍品，而透过呢这个参观，我们可以呢更去深入的探究跟理解，这个摄影跟绘画之间相互的这个影响。瞬间是英国泰迪美术馆展期上长的地点，今年高美馆是因为亦指定伫海外展出的地点，两个馆过去捌伫2018年合作过，今年有国具基金会大力支持，甲大小的作品拢搬来高雄，甚至泰迪美术馆阁无收照展费。这届唔但有图，阁有两名的作品，亲像100女性两名师兰哥所翕的移工母亲，嘛是头一届伫台湾展出。这一次的展览是在一个没有商业利益的状态之下，去进行的。台湾可以吸引别人的，包括演唱会也好，然后没想到我们是用美术这一项，为了看这个展览而来高雄。今年是高美馆的30周年，30岁民众会当免费入场参观。这个展览是展到11月17，除了泰迪美术馆34件精选的展藏，阁有国具基金会21件收藏，呈现20世纪的图甲两名的作品。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
讲到咱的民主先贤蒋渭水是台湾史内面真重要人物，伊的真数就伫咧大潮亭。有一位10年前对美国登来到台湾投入大潮亭文史复兴工会少年家啊叶安定呢，为着要请少年人来认捌地方文史，就把蒋渭水的故事改编做科幻故事，配合 AI 画图做台语绘本。唔那了解到蒋渭水大潮亭，也当听到台语。伊是医生哦，伊是主角，伊两个是要来合作伊，去处理一寡较困难的代志。日本漫画画风的医生来回伫古早甲现代，佮有科幻的背景。两边有技巧的新闻陪伴，详细看这篇故事下骹的文字写的是台语。这是大潮亭一位文史复兴运动者叶彦定出版的台语电子绘本。伊10年前对美国登来台湾，投入家己厝内的美甲以及大潮亭文史复兴的工课。蒋渭水较早行医的诊所就伫大潮亭，这个绘本内面医生的故事灵感就是来自伊。但为着请少年囡仔来认捌，才甲改编做一个科幻故事。上早的时阵，大家了解大潮亭的历史是为迄个蒋渭水开始。咱咧设计、咧发想的时阵，是要互咱即马囡仔去了解遮个大潮亭的历史的文化，考虑一寡较因会较有兴趣的一寡主题。甲故事，咱去设计即个绘本安尼。因为是科幻的内容，所以叶彦定是选择用即马上流行的生成式 AI 来画图。若文字配上台语，是因为伊认为过去迄个时代的人生活中就是用台语来对话，所以真自然就选择即个语言。这大潮亭台语的发展是为上早的时阵就开始啊。较早祖先在做生意的时阵，其实因拢是讲台语安尼。咱即马无咧使用啊。囡仔嘛无咧使用，所以讲咱就用即个较轻松的方式，因就会感觉讲较有兴趣去学这个台语安尼。叶彦定讲，这个绘本是伊第3本台语电子绘本，出来的计划是每年拢出版一本甲大潮亭文史有关系的台语绘本，帮大家做伙来用台语熟悉大潮亭。记者柯选柯秉在台北报道。民主自由毋是对天顶落落来的，虽望在咱离白色恐怖已经有50年的时间，不过这段历史犹原是咱台湾人的痛。台南市文化局以台南人权月办展览，邀请艺术家用多元的艺术创作来彰显大台南地区白色恐怖场景，希望大家了解民主自由的珍贵。艺术家用砖仔壁去模拟英国台南市警察署的模样，1950年，侪政治犯拢让人掠遮新闻。即摆遮已经成做台南美术馆一馆，为着要互大家对白色恐怖甲威权统治更加认捌。台南市文化局头家以台南人权月办展览，然后电影剧组彰显不羁危机的场景，毛受难者出面见证1970年台南发生爆炸案。陈庆心雄雄红掠走去一家，伊希望民主莫行反头路，互威权体制留伫历史当中。我伫四种研究中，我想要做要自杀啦。伊有一定迄款的咱的时代，伊牺牲伊的生命，是牺牲伊的青春所砸的，所以咱爱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这款的民主甲自由。可能听到白色恐怖，会觉得这是一个离我们距离或者是时空都非常遥远的事情。可是事实上，白色恐怖时期发生的故事，可能就在你的家乡，就在你的身边。另外，伫爱国妇人会馆，其中有女性政治犯施水权，伊出入头一份头路就伫遮做。加在高中师生参艺术家以施水权招地啊做主题，呈现伊服装，兼打造当时施水权甲因小弟创伫天棚的情景。台南中小街无工族群改赞民众抵抗的行动，互民众对过去历史反省参思考。他弟弟那时候是在台大读那个大学吧，然后好像因为他的弟弟的朋友出事过后，他就把他弟弟藏在他家，他就被抓到了。除了是因了解台南的历史之外，吼，因嘛了解嘉义高中这100年来的这个历史。台南人权月展览有4大展区，计共展出28组创作。主办单位讲，接落来更有人权音乐会参讲座等不同形态活动，来体会人权的珍贵。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天气最近在变化，咱做伙来看明仔载气象。基隆到新竹对27度到37度，苗栗到云林对26度到36度，嘉义到屏东对27度到36度。
宜兰花莲台东对27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7度到33度，也个未来3天气象。伫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